富爸爸窮爸爸21世紀最偉大嘅理財書，暢銷全球逾25年，改變數千萬人嘅人生。作者羅伯特清崎，翻譯 MTS 翻譯團隊。想了解更多嗎？你仲可以做呢啲。好多人可能並唔滿足於我所講嘅呢10個步驟，佢哋更多時候將呢啲步驟睇成一種思想而唔係行動。而我認為理解呢一個思想嘅過程本身就係一種行動。有好多人願意去做而唔願意思考，亦有好多人願意思考而唔願意去做。我卻覺得自己既願意思考亦願意去做。我鍾意新思想，亦樂於付諸行動。因此，對於嗰啲想去做嘅人嚟講，點樣開始呢？喺呢度，我想簡單咁介紹我係點樣做嘅，俾大家參考下。第一，停低你手頭嘅工作，換句話講，就係先停落嚟，評估一下你正喺度做嘅事情中，乜嘢係有效嘅，乜嘢係無效嘅。神志不清就係指做同一件事情，卻希望有唔同嘅結果。唔好做嗰啲無效嘅事情，揾一啲有效嘅事情嚟做。第二，尋找新嘅思想。我經常到書店揾獨特嘅與眾不同嘅主張，從中獲得新嘅投資理念。我將佢哋稱為模式。我買呢種介紹各種模式嘅書籍。呢啲模式係我未曾知道嘅，例如喺書店我揾到咗喬爾莫斯科維茨嘅獲利率達到16% 嘅方法，買咗呢本書並一口氣讀完佢。喺跟住落嚟嘅星期四，我開始完全按照書上講嘅話，一步一步咁行動。去律師嘅辦公室同銀行揾房地產廉價交易嘅機會。大部分人並唔採取行動，或者被其他人講服，而唔去應用所學到嘅任何新模式。我嘅鄰居就曾經對我講，16% 收益率係唔可能實現嘅，但係我冇聽佢嘅。因為佢從來冇嘗試過。第三，揾一個做過你想做嘅事情嘅人，請佢同你一齊共進午餐，向佢請教一啲秘訣同一啲做生意嘅技巧。就攞16% 嘅稅收留置證券嚟講啦，我到稅務辦公室同一位政府僱員見面，發現佢亦喺度做稅收留置證券投資，於是立即邀請佢共進午餐。佢亦好興奮咁同我講佢所知道嘅一切有關呢一種投資嘅做法，甚至喺食完午餐後，佢又用咗整整一個下午嚟向我說明全部嘅過程。到咗第二日，我就喺佢嘅幫助下揾到咗2筆大買賣，從此我就能夠獲得每年16% 嘅利息。我用咗1日時間嚟讀有關嘅書籍，用咗1日嚟採取行動，用咗1個鐘頭嚟食午餐，又用咗1日時間揾到咗2筆大買賣。第四，參加相關課程。我喺報紙同網絡上揾感興趣嘅新嘅課程資訊，有好多係免費嘅，或者只收一小筆費用。我亦參加一啲費用昂貴嘅課程，一
因為呢啲課程所討論嘅內容正係我急於想學習嘅，就係因為學習咗呢啲課程，我先至比較富有，唔使出去辛苦工作。我有好多朋友從唔參加呢種課程，佢哋話我係喺度浪費金錢，但係佢哋如今一直喺度做住同樣嘅工作。第五，提出多份報價。如果我需要一個地方嘅房地產，我會選擇睇多幾個地方嘅房地產，並俾出一個一般性報價。如果你唔知道乜嘢係正確報價，其實我亦唔知道，就由房地產中介嚟提出報價。一位朋友希望我同佢講點樣買公寓。有個星期六，佢同佢嘅中介同我一齊去睇咗6個公寓，其中4個唔係太好，另外2個比較好。我提議對6個都發出一份報價，價格為賣家出價嘅一半。佢同佢嘅中介都非常驚訝，認為咁樣做未免太過分啦，恐怕會冒犯賣家。但係我覺得咁樣只係中介唔願意嘥力工作嘅一個藉口啫。後嚟佢哋一個報價都冇做，而嗰個朋友仍然喺度揾一筆價格恰當嘅交易。其實你根本就唔知道乜嘢價格先至係恰當嘅價格，除非有另一個地方同樣嘅交易作為對比。大部分賣家嘅叫價過高，好少有賣家嘅叫價低於實際嘅價值。呢個故事嘅主題係多提出幾份報價，冇做過賣家嘅人體會唔到試圖賣出嘢嘅感覺。我有一個地方嘅房地產，想喺幾個月之內賣咗佢。當時我願意接受任何出價，唔會在意價格有幾低。即使佢哋只出價10隻豬，我亦會感到高興。報價本身並唔重要，關鍵係有人報價就說明有人感興趣，或者我會反建議以一間養豬場作為交換。唔好感到好笑，遊戲就係咁樣運作嘅。記住，買賣就係一場遊戲，而且仲好有趣。只要報價提出嚟，就會有某個人話同意。我仲經常利用迴避條款嚟報價，例如喺房地產交易協定上，我會加上一句，須得到我嘅商業夥伴同意。我從唔指明我嘅商業夥伴到底係邊個，大部分人都唔知道我嘅商業夥伴其實就係我嘅小貓。如果佢哋接受我嘅報價，而我又唔想成交，我就打電話俾我屋企嘅小貓。我講呢個荒唐故事，就係為咗說明呢種買賣遊戲簡單到令人難以置信。所以我覺得好多人態度太嚴肅，反而將事情搞得太複雜。揾一單好嘅生意，一家好嘅企業，一個合適嘅人，一位合適嘅投資人，或者任何類似嘅嘢，就好似約會一樣。你必須到市場上同好多人交談，進行好多報價、還價、談判、拒絕或者接受。我知道有啲人寧願喺屋企裏面坐喺度等電話響，但係你最好仲係到市場上，就算只係一間超級市場亦好。由尋找、報價、拒絕、談判到接受成交，幾乎係人生中要經歷嘅全部過程。第6，每個月喺某一個地區慢跑、散步或者揸車10多分鐘，我就會發現最好嘅房地產投資機會。
1年嚟，我經常喺附近地區慢跑，為嘅係發現某啲變化。一旦交易要獲利，必須具備2個條件：一係廉價，二係有變化。市場上有好多廉價交易，但係只有存在變化嘅時候，先至能夠令廉價交易變成有利可圖嘅機會。因此，當我慢跑嘅時候，我就去有投資可能嘅地區附近慢跑，透過反覆觀察，我就能夠注意到一啲細微嘅差異。我會注意到懸掛咗好長時間嘅房屋出售招牌，咁意味住賣主急於成交。觀察到行駛中嘅貨車出出入入，我就會停低嚟同司機傾下偈。我仲會同郵差貨車司機傾下偈，由呢啲人口中可以得到有關某一地區詳細到令人驚訝嘅資訊。我揾到一個好差嘅地區，係嗰種人人唯恐避之不及嘅地區。我喺1年嘅時間裏面，不時開車經過呢個區域，等待市場好轉嘅跡象出現。我同附近商店嘅老闆傾偈，搞清楚新商戶遷入嘅原因。咁樣做只需要花好少嘅時間，同時我仲能夠做到其他事情，例如鍛煉身體或者去商店行下睇下等等。第7，透過議價購買。點解消費者總係窮人呢？每當超市有折扣嘅時候，例如衛生用品打折扣，消費者就會湧入超市搶購返屋企囤積起嚟。而當股票市場出現降價銷售嘅時候，亦即係大多數人所講嘅股市下挫或者回調嘅時候，購買者卻急於從中逃出。當超市漲價嘅時候，啲人轉移到其他地方購物。相反，當樓市或者股市上升嘅時候，購買者卻趨之若鶩加入搶購。要記住，利潤喺買入嘅時候就決定咗，而非賣出。第8，用啱嘅方法。一位鄰居以10萬蚊美金買咗一項共同管轄權利，我就以5萬蚊美金買咗附近嘅同樣權利。佢同我講，佢正喺度等住價格上漲。我對佢話：你嘅獲利率喺你購買嘅時候就確定咗，而唔係喺你出售嘅時候確定嘅。佢係透過一位房地產經紀嚟購買嘅，呢位經紀人並未擁有屬於佢自己嘅房產，而我係透過一間銀行嘅破產清償部購買嘅。我支付咗500蚊上堂，呢個課程專門講點樣做呢種交易嘅。第9，先揾買家再揾賣家。一位朋友想買一塊土地，佢有錢，但係冇時間去揾。我發現咗一笪地方嘅土地，比我朋友想要嘅面積要大一啲。我問我嘅朋友要唔要，佢表示願意要其中一塊。於是我將嗰一塊土地出售俾佢，然後用好少嘅錢買咗剩低嘅土地。我將剩低嘅土地持有喺手上做一種收益。呢個故事嘅實質係買一塊大餅並將佢切成小塊。大部分人揾嘅係自己能夠支付嘅嘢，咁樣佢哋睇到嘅都係較細嘅嘢。佢哋只購買一小塊餅，卻因此付出更多。只考慮小生意嘅人係唔會有大突破嘅。如果你想要致富，就要先考慮較大嘅生意。
第十，零售商鍾意提供數量折扣，咁就係因為大部分商人鍾意大量採購嘅客戶，所以即使你嘅投資規模好細，你亦可以多考慮大生意。當我嘅公司想喺市場上購買電腦嘅時候，我就通知幾位朋友，如果佢哋亦準備買電腦，我哋可以一齊買。跟住我哋可以到唔同嘅零售商嗰度磋商呢一筆大買賣，因為我哋需要咁多嘅電腦，就可以選擇最適宜嘅價格。我亦用同樣嘅方式做股票。小規模投資人善於小規模動作，因為佢哋思考嘅數量好細，佢哋有啲靠自己，有啲根本做都唔做。第11，溫故知新。所有上市嘅大公司都係由細公司起家嘅。桑德斯上校直到60幾歲失去咗所有財產之後先至致富。比爾蓋茨喺30幾歲之前就成為世界上最富有嘅人之一。呢啲都係我哋可以學習研究嘅案例。第12，行動者總會擊敗不行動者。以上只係我過去曾經做過嘅事情中嘅一小部分，我將繼續做落去。最重要嘅係做過同去做。喺呢本書裏面，我曾經多次重複講過，獲得財務回報之前就必須採取行動。咁依家就行動啦。後記。本書寫作即將完成付印之際，我想再同讀者分享一種諗法。我寫呢本書嘅原因，亦係呢本書由2000年至今仍然躋身暢銷書嘅主要原因，係為咗同讀者分享自己對於財務智商嘅一啲領悟。喺我嚟睇，提高財務智商可以用嚟解決生活中嘅一啲基本問題。如果冇受過財務訓練，我哋往往都會選擇標準嘅模式度過一生，例如辛苦工作、儲蓄、借貸，然後支付好多嘅稅項同賬單。但係今日我哋需要更好嘅資訊。對於今日好多年輕家庭面臨嘅財政問題，我想舉最後一個例子嚟加以說明。你點樣先至能夠支付得起令自己嘅小朋友受到良好嘅教育同自己退休後舒適咁生活嘅費用呢？呢個例子係用嚟說明點樣運用財務智商，而唔係憑藉辛苦工作嚟達到同樣嘅目標。我嘅一位朋友感到好擔心，因為佢儲錢供4個小朋友上大學非常艱難。佢每個月用300蚊美金投資共同基金，從而累積咗12000蚊美金。但係佢需要40萬美金先至足夠供4個小朋友返完大學。佢要喺12年嘅時間裏面儲夠呢筆錢，因為佢最大嘅小朋友已經6歲啦。當年鳳凰城嘅房地產市場一片蕭條，啲人紛紛拋售房產。我建議呢位朋友攞出投資喺共同基金嘅一部分資金嚟購買一個房產。呢個主意打動咗佢，於是我哋開始討論可行性。佢擔心嘅主要問題係銀行唔會為佢提供於買入另一棟房屋嘅貸款，因為佢貸嘅額度太大啦。我向佢保證，除咗銀行之外，仲有為財產買賣進行融資嘅其他途徑。我哋用咗2個禮拜時間揾到一間房屋，
呢間房屋符合我哋所有嘅要求，因為有好多房屋可供選擇，所以購買嘅過程亦好有趣。最後我哋揾到咗位於鄰近主要地區嘅一間3房2廳嘅房屋，屋主希望喺幾日內折價出售，因為佢同佢全家人要搬到加州，嗰度有一份新工作等住佢。屋主開價102000蚊美金，我哋只報價79000蚊美金，但係佢立即接受咗。呢間房屋交易係建立喺所謂非限制性貸款嘅基礎上，咁意味住甚至係一位無業遊民唔使經銀行嘅許可亦能夠購買。屋主債務係72000蚊美金，因此我同學只需要支付7000蚊美金，亦就係房屋售價同屋主債務嘅差價，就能夠獲得呢一個房屋。一等到屋主由呢間屋搬走，我嘅同學就將呢間屋出租出去，除咗所有支出嘅費用，包括抵押貸款嘅利息後，佢每個月仲有125蚊美金進賬。佢嘅計劃係持有呢一間房屋12年，並用每個月125蚊美金嘅收益歸還貸款本金，以便盡快還清抵押貸款。我哋預計喺12年裏面，抵押貸款嘅大部分將會被還清。當佢嘅第一個小朋友返大學嘅時候，佢就可能每個月有淨收入800蚊美金。如果嗰個時候價格合適，佢仲可以賣咗呢間房屋，獲得一大筆價值不菲嘅收入。3年後，鳳凰城嘅房地產市場出現轉機，佢嘅租客去居住過一段時間後，非常中意呢間屋，於是想出價156000蚊美金將呢間屋買落嚟。佢又嚟問我嘅睇法，我建議佢以1031遞延稅收交易方式賣咗呢間屋。突然之間，佢擁有咗大約8萬蚊美金資金嚟進行運作。我致電俾喺德州奧斯丁嘅一位朋友，佢立即將呢筆免稅資金轉移到一間有限合夥迷你倉公司。3個月內，佢開始每個月收到略低於1000蚊美金嘅投資收入。佢將呢筆錢再投入到大學共同基金，而家呢筆基金增值得更加快啦。又過咗幾年，呢間小型迷你倉賣咗，佢由呢一筆交易中收到咗約33萬美金嘅收益，然後呢一筆資金又被投入到另一個項目，並為佢帶嚟每個月3000蚊美金嘅收入。呢啲收入又被投入到大學共同基金。佢而家好有自信能夠輕鬆咁籌到嗰筆40萬美金嘅錢，而呢一步嘅最初投資只有7900蚊美金同少少財務智商。佢將能夠輕鬆為小朋友支付所需嘅教育費用，亦可以將基金嘅資產投入到佢嘅公司，支付將來嘅退休生活。由於採取咗一個成功嘅投資戰略，佢將能夠提前退休去做一啲自己想做嘅事情。多謝你閱讀呢本書，我希望佢能夠提供你一啲有關利用金錢嘅力量為你工作嘅睇法。今日即使只係為咗生存落去，我哋亦需要提高自己嘅財務智商。只有工作能夠創造錢，咁係財務上唔成熟嘅人嘅思想。咁唔意味住佢哋唔聰明，只不過係冇學到賺錢嘅學問。
金錢係一種思想，如果你想要更多錢，只需要改變你嘅思想。任何一位白手興家嘅人，總係喺某種思想嘅指引下，由小生意做起，然後不斷做大。投資亦係咁樣，起初只需要投入少少錢，最後做到好大規模。我遇到過好多人，佢哋花咗一生嘅時間嚟尋找大生意，或者試圖籌集一大筆錢嚟做大生意，但係對於我嚟講，咁係遙不可及嘅一種諗法。我見過太多唔夠老練嘅投資人，將自己大量嘅資本投入一項交易，然後好快損失咗其中嘅大部分。佢哋可能係好嘅職員，卻唔係好嘅投資人。金錢嘅教育同智慧非常重要，早啲行動，買啲好書，參加一啲有用嘅課程，然後付諸行動，由小金額做起，逐漸做大。我將5000蚊美金現金變成100萬美金資產，並且每個月產生5000蚊美金現金流，只花咗5到6年時間。但係我依然好似小朋友一樣學習。我鼓勵你學習，因為咁並唔困難。事實上，只要你行上正軌，一切都會好容易。我諗我已經將我嘅意思講清楚咗，下面就係由你嘅頭腦嚟決定雙手應該做乜嘢嘅時候啦。金錢係一種思想，有一本好好嘅書叫做《思考致富》，而唔係努力工作致富。令金錢為你辛勤工作，你嘅生活將會變得更輕鬆、更幸福。採取行動啦！今日係2026年4月29日，富爸爸窮爸爸25周年紀念版全書朗讀完。